1979年某一日，香港街頭出現咗一個奇怪嘅老人，佢衣著整潔，腳步緩慢，神情恍惚，見到路人就掏出現金同名牌手錶往對方手裏塞，有人愣住咗唔知點反應，有人趕緊閃開以為係騙局，都有人悄悄接過嚟儲入袋就走啦。整條街冇一個人認得出呢個慷慨嘅瘋老頭係邊個，冇人知道就喺幾十年前，呢個人只要點一點頭，新義安同14K 嘅龍頭老大想離開香港，都必須經過佢嘅同意。冇人知道佢曾經隻身穿越日軍封鎖線，喺最危險嘅戰時情報網絡裏做過澳門站嘅最後一任站長。冇人知道佢喺戰爭仲未結束嗰陣，就已經憑借一個普通人根本無從獲得嘅資訊，完成咗自己一生中最重要嘅一次財富積累。冇人知道佢同當時嘅澳門新賭王喺港澳客運市場上正面交鋒整整2年，打到雙方都撐唔住，先至握手言和。呢個喺街頭派錢派表嘅老人叫梁昌，港澳4大天王之一，澳門影子皇帝羅寶博士嘅左膀右臂，香港上海大酒店大股東，恒生銀行董事，新世界發展有限公司聯合創辦人兼董事局副主席，匯豐銀行澳門分行董事。呢一長串頭銜，隨便拿出任何一個都足以讓一個人名垂港澳商業史。但佢最後嘅結局係喺61歲嗰年跳樓。要了解梁昌，必須把佢嘅一生切開嚟睇，唔係按時間線，而係按佢呢一生扮演過嘅3個截然不同嘅角色。第一個角色係一個喺極限環境下靠資訊差同膽識下注嘅賭徒。第二個角色係一個喺冇任何法律保障嘅年代，用人脈同資源構建起壟斷性權力網絡嘅軍閥。第三個角色係一個喺商場上無往不利，卻喺最唔設防嘅私人空間裏徹底失手嘅普通人。呢3個角色喺佢身上同時存在，互相支撐，最終都互相拖垮。第一個角色，極限賭徒。有一種人天生就活喺別人嘅資訊盲區裏，佢哋唔一定最聰明，唔一定最努力，但佢哋有一種旁人難以學到嘅能力，就係喺所有人都仲未睇清楚局勢嗰陣，已經悄悄完成咗下注。梁昌就係呢種人。佢年輕時喺澳門一間雜貨店工作，老闆係商人鄧青龍，店名叫德宏泰。呢間店本身唔係重點，重點係佢嘅客戶結構。雜貨店做嘅係街坊生意，但鄧青龍喺港澳兩地嘅人脈唔簡單。店裏進進出出嘅有做正經生意嘅商人，有喺黑白兩道都有面子嘅江湖人物，都有各種消息靈通嘅殘客中間人。梁昌喺呢度工作，每日接觸嘅資訊密度遠超同齡嘅普通打工仔。但真正令佢進入另一個資訊層級嘅係佢嘅英文。喺40年代嘅香港同澳門，英文流利嘅華人係極少數。英國殖民地嘅官僚體系、商業系統、情報網絡全部以英文運作，唔懂英文嘅華人喺呢套系統裏永遠只能站喺門外，只能接收2手甚至3手嘅資訊。懂英文嘅華人則可以直接進入呢套系統嘅資訊核心，第一時間知道嗰啲唔會被翻譯成中文嘅消息。呢個差距喺和平年代已經夠大啦，喺戰時佢係生死之間嘅距離。1941年12月，香港淪陷，大量英國人同盟國人員湧入葡屬澳門避難。梁昌喺嗰段時間為呢啲英國難民提供賒賬服務，唔要擔保，唔問幾時還，你而家冇錢先攞去用。好多人事後把呢件事解讀成佢嘅善良同眼光，話佢知道英國人遲早會返嚟，所以提前做人情。但呢個解讀把事情想得太功利，都太簡單啦。更接近真相嘅版本係，梁昌喺嗰個時候已經形成咗一種根深蒂固嘅處事邏輯，先付出唔計算，因為你永遠唔知道呢個付出會喺咩時候，以咩方式返到你身上。結果呢，英國當局注意到咗佢，佢哋發現呢個年輕嘅華人唔單止懂英文，處事可靠，而且喺澳門本地黑白兩道都有人脈，既能接觸葡萄牙當局，又能喺華人社區裏靈活走動。呢正係英國情報網絡喺澳門最需要嘅人形。於是梁昌被吸納進咗英軍服務團。英軍服務團喺好多歷史敘述裏被一筆帶過，但佢實際上係二戰期間英國喺東亞最重要嘅情報同營救網絡之一。香港淪陷後，
英國原有嘅在港情報系統幾乎全面瓦解。賴廉士上校喺東江縱隊嘅協助下，輾轉撤退到廣東曲江，後遷至廣西桂林，喺嗰度重建咗呢支歸軍情九處管轄嘅特種部隊。呢支部隊幹兩件事，一係滲透日佔區，收集軍事情報，為盟軍嘅戰略決策提供依據；二係打通逃生通道，把被日軍關押或困喺淪陷區嘅盟軍人員一批一批咁送出嚟。呢兩件事做啱咗係英雄，做錯咗係死亡，中間冇緩衝地帶。糧倉攞到嘅任務係喺澳門同開平一帶開闢一條通往桂林嘅逃生與通訊路線。呢條路線要穿越日軍嘅多個檢查站同巡邏區域，任何一個接頭人被識破，整條線就斷啦。而斷線嘅代價唔止係佢自己嘅命，仲有所有依賴呢條線撤離嘅人嘅命。佢做到喇嘛，而且做得足夠好，好到1944年被委任為英軍服務團澳門站嘅最後一任站長，全面接管澳門站嘅所有情報同營救事務。但糧倉最聰明嘅地方，唔係佢喺情報工作上有幾出色，而係佢喺做情報工作嘅同時，始終保持住一個平衡嘅商人身份。佢開設英槍行，做實體生意，用商人嘅身份作為掩護，令自己喺日軍嘅視野裏永遠只係一個做買賣嘅華人。呢種雙重身份嘅維持，需要極度清醒嘅頭腦同極度穩定嘅神經，因為一旦喺其中一個角色裏露出破綻，兩個身份都會同時崩塌。喺呢段時間裏，澳門經濟局長羅保博士開始注意到糧倉，並俾咗佢一個改變命運嘅資源——澳門大米嘅經營權。大米喺戰時係硬通貨，控制咗大米嘅經營權，就控制咗一條唔會因為戰事變化而中斷嘅現金流。糧倉攞到呢個資源之後，生意越做越大，商人身份越嚟越穩固，情報掩護都因此越嚟越難以俾人懷疑。因為佢一生中第一次體驗到壟斷性資源嘅力量，呢個經驗深深刻進咗佢後來所有商業決策嘅底層邏輯裏。戰爭接近尾聲嗰陣，糧倉完成咗佢情報生涯裏最重要嘅一次任務，都係改變佢個人命運走向嘅一次行動。佢受命秘密潛入香港，通知被關押喺赤柱戰俘營嘅副政司長詹遜爵士，立即成立臨時政府，搶喺其他國家之前宣示香港主權，恢復社會秩序。佢仲捐出咗4枚金幣，作為詹遜建立臨時政府嘅第一筆啟動資金，並負責為香港提供大米，協助穩定戰後物價。4枚金幣係香港臨時政府能夠運轉嘅第一筆錢。呢個細節喺正式嘅歷史教科書裏幾乎演唔到，但佢真實地發生過。一個靠雜貨店起家嘅人，用4枚金幣喺香港歷史最關鍵嘅一個節點上留低咗自己嘅印記。但糧倉真正嘅財富積累發生喺一個更隱蔽嘅層面。香港淪陷期間，日軍強制推行軍票制度，港幣被宣布作廢，市民必須按照4港元換1軍票嘅比例強制兌換。冇人相信港幣仲有任何價值，能換就換，換唔到就藏起嚟等住發霉。但糧倉從佢喺英軍情報網絡裏獲得嘅消息來源，提前得知咗一件事：一旦香港光復，港英政府將恢復港幣作為唯一法定貨幣，軍票則會徹底作廢，一文不值。呢個資訊喺當時嘅香港市面上係普通人根本無從獲得嘅。糧倉開始悄悄大量收購嗰啲俾人當成廢紙嘅港幣。越多人唔相信港幣仲有價值，港幣嘅收購價格就越低，糧倉能夠積累嘅數量就越多。日本投降，港幣恢復流通，糧倉一夜暴富。呢係佢一生中最重要嘅一次。資訊差套利，佢唔係靠運氣完成嘅，而係靠佢喺情報系統裏積累嘅資訊優勢，加上喺別人恐慌性拋售嗰陣逆向買入嘅膽識。只有資訊冇膽識，你會猶豫，會等，會錯過窗口。只有膽識冇資訊，你嘅逆向下注就係純粹嘅賭博，贏面唔會比別人高。糧倉兩樣都有，所以佢贏啦。呢筆財富成為佢後來30年商業佈局嘅起始資本。1946年，港英政府為表彰佢對光復香港嘅貢獻，頒發俾佢英皇自由勳章。呢枚勳章係佢正式跨入港澳上流社會嘅通行證，但佢嘅象徵意義遠不及佢袋裏嗰疊靠廢紙港幣換嚟嘅真實財富更重要。佢由一個雜貨店夥計，用唔到10年嘅時間，
完成咗一次普通人幾乎無法複製嘅階層躍遷。但佢冇停低嚟，因為佢已經嘗到咗壟斷性資源嘅味道，而嗰個味道令佢對下一個可以控制嘅命脈產生咗強烈嘅飢渴感。第二個角色，命脈軍閥，有一種商業權力比錢更難撼動，嗰就係對一個地方所有人每日都必須依賴嘅嘢嘅控制權。你控制咗水，所有人都要向你低頭；你控制咗運輸通道，所有想進嚟或出去嘅人都必須經過你。你控制咗黃金嘅流動，整個地區嘅財富流向就喺你嘅掌心裏。糧倉喺戰後嘅20年裏，系統性地做咗一件事，就係把呢種壟斷性控制權一條一條轉入自己手裏。佢做呢件事嘅方式唔係透過法律保障，唔係透過公平競爭，而係透過人脈、資訊同先手優勢。喺嗰個年代嘅港澳，法律係軟嘅，規則係靈活嘅，真正硬嘅嘢只有關係、網絡同資源控制。糧倉比任何人都更早明白呢一點，都比任何人都更系統地把呢個邏輯變成咗自己嘅商業方法論。第一條命脈係水，佢攞落澳門自來水廠嘅經營權。呢筆生意喺當時好多人眼裏唔性感，冇暴利嘅想象空間，但糧倉睇到嘅係另一面。水係每個澳門居民每日都必須消費嘅嘢，無論經濟好壞，無論政治局勢如何變化，呢個需求永遠存在。控制咗水廠，就控制咗一條永不斷流嘅現金流來源，而且進入門檻極高，唔係有錢就攞得到嘅，必須同時有官方關係同本地信任基礎。呢兩樣嘢糧倉都有。羅保博士係澳門經濟局長，係佢喺戰時就已經建立起嚟嘅深厚關係。戰後嘅糧倉手裏有英皇自由勳章，有港英政府嘅背書，有喺黑白兩道積累多年嘅人脈，喺整個港澳能夠同時滿足呢啲條件嘅人屈指可數。第二條命脈係黃金。二戰結束後，布雷頓森林體系規定各國貨幣同美元掛鈎，美元同黃金掛鈎，黃金嘅自由交易喺絕大多數地區受到嚴格限制，但葡屬澳門唔喺呢個體系嘅管轄範圍之內，黃金可以喺呢度自由買賣、自由進出口。呢意味住澳門係整個亞太地區少數幾個可以合法進行黃金套利嘅地方之一。糧倉同羅保、何賢等人聯合成立咗和安黃金公司，以及澳門首家航空運輸公司。黃金嘅儲存集中喺貨倉裏，運輸則透過糧倉嘅航空公司完成。港澳一半以上嘅黃金流經呢個佢哋共同搭建嘅系統。呢唔係一門普通嘅生意，呢係一套近乎完整嘅黃金壟斷架構。呢套架構運轉咗將近20年，直到70年代初，布雷頓森林體系瓦解，黃金價格自由化，澳門嘅套利空間先至隨之消失。但喺呢20年裏，佢已經幫糧倉積累咗足夠厚實嘅財富基礎。第三條命脈係人流，把水翼船技術引入港澳，係糧倉商業生涯裏最具前瞻性嘅一次佈局。港澳之間嘅客運喺當時主要依靠傳統渡輪，航程漫長，遇上風浪更係折磨。水翼船係當時歐洲啱啱成熟嘅新技術，速度可以達到傳統渡輪嘅2倍以上，穩定性都更好。糧倉係把呢個技術帶進港澳嘅第一人，先手優勢一旦建立，護城河就深啦。你嘅船比別人快，你個航線比別人穩，旅客自然揀你。糧倉喺水上建立起呢個控制權之後，同時接管咗澳門巴士服務，把地面交通都納入版圖。海上係佢嘅，陸上係佢嘅，加上早已壟斷嘅水同黃金，糧倉喺50年代嘅澳門構建起咗一個普通商人根本無法企及嘅全方位資源控制網絡。正係呢條護城河，令糧倉喺60年代初敢於公開威脅一個啱啱攞到澳門賭牌嘅新賭王。何鴻燊聯合葉漢、霍英東等人競得澳門賭牌，成為新賭王。糧倉跳出嚟，揚言要聯合其他船務公司停運客輪，讓澳門變成一座死城。呢個威脅嘅底氣來自佢對港澳交通命脈嘅實際控制。佢唔係喺講空話，佢確實有呢個能力令澳門嘅人流陷入癱瘓。但何鴻燊唔係好嘢嘅人，佢先後成立順德航運公司同遠東水翼船公司，用同樣嘅技術、同樣嘅航線，直接向糧倉嘅港澳水翼船公司發起挑戰。
呢步棋嘅厲害之處係於佢唔係要打敗糧倉，而係要令糧倉嘅壟斷變成雙頭壟斷。一旦市場上出現兩個同等實力嘅競爭者，原來嗰個單一壟斷者嘅定價權同議價能力就會大幅稀釋。糧倉嘅護城河由呢一刻起開始出現裂縫，價格戰打咗2年，雙方輪番減價，乘客高興，兩邊都係蝕本。呢種消耗戰對糧倉嘅傷害比對何鴻燊更大。糧倉嘅客運版圖係佢整個壟斷網絡嘅一部分，呢條線蝕損意味住整個網絡嘅現金流出現缺口，而何鴻燊嘅賭場生意正在高速擴張，產生住大量穩定嘅現金流，佢耗得起，糧倉耗唔起。2年之後，喺港澳多位商界大佬嘅居中協調下，雙方簽署協議，3年內唔得擴大規模，唔得降低票價。協議簽訂時，糧倉有8艘水翼船，何鴻燊只有4艘。賬面上睇，糧倉仍然佔優，但呢場商戰嘅真實結果係何鴻燊用短短2年時間就把糧倉經營多年嘅壟斷市場變成咗一個必須分享嘅雙頭格局。呢係糧倉商業生涯裏第一次真正意義上嘅戰略退守，但佢冇就此沉淪。70年代，佢成為香港上海大酒店嘅大股東，出任恒生銀行董事，同何善衡、鄭裕彤等人共同創辦新世界發展有限公司，擔任董事局副主席，仲出任匯豐銀行澳門分行董事。呢一連串嘅董事會席位，勾勒出一個橫跨酒店、銀行、地產嘅商業網絡。而糧倉係呢個網絡裏少數幾個同時坐喺多個核心節點上嘅人。喺70年代嘅港澳商圈，佢個位置已經係天花板級別嘅存在。但就喺佢嘅商業版圖達到頂點嘅同一個10年裏，佢嘅私人世界正在悄悄崩塌。壟斷網絡可以抵禦商業競爭，可以喺何鴻燊嘅正面挑戰下守住基本盤，但佢對感情嘅失落毫無防禦能力。第3個角色，系統崩潰嘅凡人。有一種崩塌唔發生喺戰場上，唔發生喺談判桌前，唔發生喺任何一個商業對手能夠觸及嘅地方，佢發生喺深夜，發生喺一個人獨自面對自己嗰陣。糧倉嘅精神世界係喺2次失去之後徹底瓦解嘅。第一次失去係原配妻子梁文燕嘅離世。梁文燕走嗰陣得41歲，留低5個仔2個女，最大嘅孩子先至15歲。對糧倉嚟講，呢唔只係一段婚姻嘅終結，而係佢喺嗰個極度高壓嘅商業同情報生涯裏唯一真正意義上嘅後方嘅消失。一個喺戰時穿越日軍封鎖線，喺商場上構建壟斷網絡嘅人，佢嘅精神消耗係外人無法感知嘅。每一日都要維持多重身份嘅平衡，每一個決策都牽涉複雜嘅利益結構，每一段關係都需要小心經營。呢種長期高壓對人嘅侵蝕唔會即刻顯現，而係慢慢積累，好似水滲入石頭嘅裂縫，喺表面睇唔出嚟，但內部已經喺悄悄瓦解。梁文燕喺嗰陣，呢個侵蝕有個出口，有一個地方，佢唔需要維持任何身份，唔需要計算任何利益，可以只係一個普通嘅丈夫同父親。梁文燕走咗，呢個出口關上啦。糧倉用佢能諗到嘅方式，把思念固化成咗一個可以持續存在嘅形狀。佢捐資俾港英政府創辦梁文燕官立小學，邀請梁文燕嘅教父時任財政司長嘅齊樂家主持開幕儀式。佢喺澳門捐建咗梁文燕托兒所，2間以亡妻名字命名嘅機構，一間喺香港，一間喺澳門，橫跨兩地，把思念刻進咗城市嘅物理結構裏。呢係糧倉用商場賺嚟嘅錢做嘅最私人都最持久嘅一件事，但思念填唔滿嗰個空缺，刻喺城市裏嘅名字都無法代替一個真實嘅人。1963年，糧倉同孩子嘅家庭教師兼管家何幸莊再婚，並生育咗3個仔。呢段婚姻喺外人睇嚟係一個中年喪偶嘅男人重新揾到咗生活重心，係一個合理嘅續集。但呢段婚姻維持咗14年之後，1977年，何幸莊主動向法院申請協議離婚，冇激烈嘅公開撕扯，冇財產糾紛嘅新聞，平靜得好似一張蓋咗章嘅文件。但對糧倉嚟講，呢係第2次失去，而第2次失去發生喺佢已經唔再年輕，已經喺高壓裏運轉咗將近40年之後。年輕嗰陣，
你仲有足夠嘅精力同韌性去重建、去修復、去重新撐到平衡。但當你已經把一生中絕大部分嘅精力都耗喺咗商場同情報工作裏，當你嘅神經已經因為長期高壓而變得比普通人脆得多，同樣嘅失去會以成倍嘅力量壓落嚟。何幸莊離去嗰一年，梁昌仲做咗一件事，再次捐資興建咗梁文彥紀念中學，第3間以亡妻名字命名嘅教育機構。呢個細節值得停低嚟細想。第2段婚姻結束嗰一年，佢選擇用亡妻嘅名字再建一間學校。呢唔似係一個人喺用捐款轉移悲痛，更似係一個人喺重新確認自己生命裏真正重要嘅嘢係咩，喺用一種具體嘅可以持續存在嘅方式回答一個佢始終冇靠到答案嘅問題。喺所有嘅商業成就同權力構建背後，咩係真正屬於佢自己嘅嘢？但呢個問題嘅答案嚟得太遲啦，都太重啦。梁昌開始精神失常，佢喺香港街頭遊蕩，見到路人就掏出現金同名牌手錶往對方手裏塞。嗰啲錢同錶係佢用嚟同陌生人建立某種瞬間連接嘅工具，係一個已經無法正常運轉嘅人喺用佢唯一仲能控制嘅嘢財富去換取哪怕1秒鐘嘅真實回應。呢個畫面比任何商業失敗都更令人難過，因為佢說明一個喺戰時敢於直面死亡，喺商場上構建起港澳頂級壟斷網絡嘅人，佢最終無法面對嘅係孤獨。1979年，梁昌以跳樓嘅方式結束咗自己嘅生命。佢嘅商業遺產由長子梁仲豪接手。梁仲豪出售香港上海大酒店嘅部分股權，套現16億，隨即把資金投入東南亞市場，喺泰國斥資逾40億港元發展房地產，聯合和記黃埔及泰國商人建立梁仲豪財團，把家族嘅商業版圖由港澳延伸到咗東南亞。次子梁仲明把家族嘅酒店基因帶向咗全球頂級市場，同鄭裕彤家族、邱德根家族、林伯恩家族合作，喺紐約、比華利山、倫敦等地投資興建頂級酒店。紐約四季酒店、比華利山、威爾希爾酒店、倫敦格羅夫納廣場、萬豪酒店裏都有梁氏家族資本嘅影子。三子梁仲偉喺廣東中山創辦東海船舶公司，成為亞洲第一家建造鋼鋁結構遊艇嘅企業，兩度榮獲亞洲最佳機動艇建造商稱號，被視為中國豪華遊艇產業嘅領軍人物。三個仔，三條截然不同嘅路，東南亞地產、全球頂級酒店、中國豪華遊艇，各自喺完全不同嘅賽道上攞到咗立足之地。梁昌本人冇睇到呢一切。佢喺61歲跳樓嗰陣，呢啲都仲未發生。梁昌走咗40幾年，嗰3間以梁文彥命名嘅學校同托兒所仲喺。梁文彥官立小學仲喺招生，梁文彥紀念中學仲喺上課，澳門嘅梁文彥托兒所仲有孩子喺裏面嬉鬧。無數人喺呢啲地方讀書、上課、玩耍，大多數人唔知創辦人係邊個，唔知嗰個名字背後係一段咩樣嘅感情，唔知一個叱咤港澳30年嘅商業大亨最深處嘅柔軟喺邊度。呢3間學校係梁昌留喺呢個世界上最持久嘅嘢，唔係嗰啲已經轉手易主嘅酒店股權，唔係嗰啲早已停運嘅水翼船航線，唔係嗰啲喺歷史檔案裏幾乎行唔到記載嘅黃金貿易賬目，而係3間學校，仲有一間托兒所。佢用商場上嘅錢，把思念刻進咗城市裏，刻成咗一個可以一直存續落去嘅形狀。呢可能係佢呢一生無意之間做得最持久嘅一筆投資。佢喺但行好事、莫問前程裏起家，都喺同樣嘅邏輯裏留低咗最後嘅注腳。